新豐區的議員郭豐儀表示，連續3天的好大雨，予台南真濟區域不止淹3天，甚至林德區中心一天還閣淹3天。就連林德交流道嘛封閉。對此，議員針對連續淹水的問題到底出佇佇，提出萬代街開抽水機設備，甲着市府水利局來探討。萬代橋下游左灣那邊的抽水機一定要布設，而且要改變，增加抽水量，這個才有效。是，這市區的下水道根本沒地方去啊。是。上面開的水源若起來的時陣吼，我甲你講，真正無當套。對此，市府水利局長邱宗川表示，連續幾天的好大雨，永康有503毫米，林德481毫米。佇個萬代橋倒換2台抽水機並無夠，目前已經爭取3800萬，希望佇個拜五風台來進前，會用來增設抽水機。我看過那個抽水井，那個井是夠大，落毛頭是落下來。我看過了，我昨天就特別去看過了。如果場地可以的。一定會再增加，一定會再增加。用你們最專業的方式，趕快去做，好不好？議員對着市府的施政雖然有批評，不過嘛有學樂的所在，包括台南市第一座共用式的遊戲場，西灣區就設佇個台南的都會公園，後續還有高鐵特定區南關線第一座的特色遊戲場，林德甲着桂林運動公園，以及182線兩家高架橋卡專人共用的遊戲場等設立甲着啟用，議員嘛對着市長表示大大的肯定。台南新聞林英根、楊順懷採訪報道。